今次呢，我哋由捷克出發去奧地利，由布拉格去到維也納呢，全程火車呢大概需要4個鐘頭多啲嘅，已經係高速列車嚟㗎啦。而呢架列車呢係非常之舒適啊，車廂裏面呢仲有提供餐廳服務添喎。而我手上呢一支呢，其實係喺捷克買嘅可樂啊，去到捷克一定要試下。而到達奧地利嘅第2日呢，由於當日係 Boxing Day 啊，咁當日呢，其實好多歐洲嘅店鋪呢都係唔會開門嘅，咁所以呢，我哋呢就選擇呢一日去到 Hostel 啦。而呢個地方呢，其實有2條路線可以選擇入嚟嘅喎，咁一般呢就會由奧地利選擇入去啦，或者可以選擇德國嘅路線。而我哋由維也納入去嘅時候呢，全程大概需要3個幾鐘頭嘅車程啊。而沿路入去嘅風景呢，非常之優美啊，亦都當日嘅天氣呢非常之好。而呢啲小朋友服裝呢，就係當地嘅民族傳統服裝啦。而到第2日嘅一朝早呢，當然要去到維也納嘅美泉宮啦。呢個皇宮嘅後花園呢，係非常之大啊！如果要行到去對面呢個位置呢，大概徒步呢需要15至20分鐘。而裡面呢係非常非常之富麗堂皇，亦都好有故事性。而去到中午呢，可以嚟到呢一間好出名嘅 coffee shop 食佢嘅甜品啊！佢嘅甜品呢，亦都唔會覺得好甜嘅喎，好精緻。而佢最出名呢，就係啱啱見到朱古力嘅蛋糕啦。而呢個位置呢，就係維也納段嘅藍色的多瑙河啦。晚上嘅維也納國家歌劇院呢，非常之靚。而喺名店街嘅位置呢，亦都佈滿咗好多聖誕唔同嘅燈飾。嚟到奧地利呢，當然唔少得呢一間好出名嘅奧地利嘅水晶啦。咁因為呢都係聖誕節嘅期間啦，所以呢附近聖誕市集呢都有一個呢好大型嘅溜冰場喎。而呢一個溜冰場特別之處呢，佢唔係一般長方形嘅溜冰場喎，而係設計咗唔同彎曲路段嘅路線呢嘅溜冰場，所以呢佢非常之吸引啊！而場內嘅 Christmas Market 裏面呢，都有提供小食啊，同埋一啲熱嘅飲品，亦都有小朋友溜冰區。
如果大家聖誕嘅時候嚟到維也納，不妨嚟呢度試下溜冰啦〜